2月貿易數據，出口爆升39.6%，係真強定假開場？大家好，我係 Will 叔。今日一打開新聞，見到中國2月出口同比大增39.6%，你可能心諗話經濟復甦咁勁，我啲股票係咪要加注？慢一慢，今日我哋用3分鐘拆開呢個數字，睇下背後嘅真相同陷阱。第一部分，數據本身45秒，先睇硬數據，唔玩虛嘅。2026年2月善月，出口2999億美元，同比加39.64%。然而，進口2089億美元，同比加13.84%。貿易順差約910億美元，創同期新高。2月累計更穩陣嘅睇法。出口累計6566億美元，同比加21.84%；進口累計4430億美元，同比加19.84%。第一眼感覺出口好強，順差好大，經濟好靚，但3個問題你要問自己：一、點解2月單月出口增速39.6%，遠高於12月平均21.8%？二、點解進口增速13.8%，遠低於出口？三、呢個強係真需求定係春節初期嘅統計幻覺？第二部分，拆解真相，60秒。第一，春節效應，數據會騙人。2026年春節喺2月中旬，2025年喺1月底，即係話今年2月有好多企業趕工出貨先放假。而去年2月已經放完假，結果今年2月出口數據被推高，唔代表需求真係爆升。正確睇法要將1、2月合埋睇，先至係真實趨勢。第二，進口偏弱，內需仲未完全返魂，出口強，進口弱，代表咩？代表外國買我哋嘢多，但我哋買外國嘢少。兩個可能。好情況，國產替代成功。我哋唔使買咁多外國貨。隱憂，內地消費、投資信心未完全恢復，企業唔敢擴大購。第三，外部環境，摩擦指數106，處於高位。中國貿促會最新數據，19個國家涉華經貿摩擦指數為106，美國最高。芯片、鋰電池等行業係重災區二，即係話你出口越強，別人越眼紅，未來可能更多關卡，更多限制。第三部分，對你有咩影響？45秒。如果你係打工仔、小投資者，別見出口數據靚就盲目追股票，要問呢間公司嘅出口係去歐美高摩擦區定係去東盟、中東新興市場。新興市場增長快，但風險都高。歐美市場穩，但門檻越來越高。做外貿、跨境電商，訂單可能真係多咗，但要留意客戶付款期有冇拉漲，匯率波動有冇食咗你嘅利潤，有冇準備替代供應鏈，以防突然加關稅。普通市民，進口增速慢，代表進口商品例如奶粉、化妝品、汽車，短期未必大幅減價，甚至可能因匯率微升。理性消費，唔好等暴跌先買。第四部分，3個關鍵信號，30秒，總結3個你要記住嘅信號：一、出口強，但要睇去邊。新興市場係新增長點，但利潤薄，風險高。2、進口弱，反映內需仲未完全恢復，消費信心係經濟真正復甦嘅關鍵。3、摩擦指數高，代表順風船唔會一直順，企業要預備 B 計劃。結尾，Will 叔一句話總結：數據係工具，唔係答案。39.6%嘅出口增長，可以係機會，都可以係陷阱。關鍵係你點樣用呢個資訊去做你人生嘅下一個決定。下次你見到某某數據大增，記住問3句：一係單月定累計；二係真需求定統計幻覺；三對我嘅荷包、工作、投資有咩實際影響？理性吹水先有營養。片尾，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幫你理清思緒，記得訂閱頻道，多個理性吹水夥伴。
留言分享你嘅見解，但記住不嗌交，不盲撐，有偈先有營養，得閒飲茶一齊吹水。我係 Will 叔，下次見。